中华乡土作家洪胜虎已经过往40年，伊的文学作品充满着农业关怀，也有工商转型的社会现象。今摆有工作室募款拍片，要改编一寡文学作品，加做底片，未来要伫咧校园内面进行巡回播送。学生认真专注看影片，田庄人、甘蔗园，拢是因生活中的日常。这次文化工作室2020开始推动洪胜虎文学定金计划，将中华乡土作家洪胜虎的作品改编翕影片，伫全国校园巡回播送。即马咱囡仔咧看文学作品的时阵，其实看文字会较困难啊，所以迄阵阮当初是想讲，即马是影像的时代啦，所以咱甲文学作品改编做影像，阮希望讲安尼囡仔会当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熟悉这个文学作品讲的，这其实拢甲咱的生活是有关系。洪胜虎是中华丽林人，伊写作的年代正是台湾战后本土文学当发展的时。因为出世伫做田人家，写作的主题大部分描写着农村生活艰难。我感觉洪胜虎是一个真拍拼的人。伊读册的时阵，毋但要照顾小弟小妹，还佮帮阿爸阿母斗种田。我嘛希望讲，这影片吼是一个开始，互囡仔对这个乡土文学呢有兴趣，啊，连讲若有这个机缘，也是大汉有这个兴趣的时阵，伊就家己去找册来看。洪胜虎文学定金计划计共有3出。头2出有想要去莅临加父亲大人，已经巡回校园80多场。第3出五土预计伫8月份开始播送。主办单位欢迎学校来直接，互少年辈透过影片，用无共款的方式认识文学甲土地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